像在看啥诶？啊，小玉啊，你是真粗心大意啊！你要拿到这支桃花，你还阁无感觉？等这支桃花当啊才落落尔，都还袂谢，你即摆人甲落落去，是毋是足无彩？看袂出吼，三毛，你阁会晓怜香惜玉？师傅，久闻这个桃花馆，千丝的桃花树，远近闻名，果然是一个名不虚传啊！贵姐，请三位施主慢慢欣赏桃花，明年就来去内面泡茶。恁三位施主，稍等一下，才来去客房奉茶。师傅，唔免叫了哩啦。这是应该的啦，明年过体。阿弥陀。阿弥陀。大哥啊，哇，这个桃花馆的桃花确实有水，我头一摆看到呢。贤弟啊，你是苏州的人，竟然还阁毋捌来看这个桃花啊！大哥啊，等我逐日都喺卖油卖到无用气炸，等下有时间通我来看桃花啦。搁再讲，这桃花馆的大哥也无要甲我买开花油啊，我哪有机会通我来啦？小贤弟，你是安怎样呢？看你好亲像有心事咧。无啊，无啦，大哥，因为吼，这一片的桃花遮尔水，我互伊卖掉的，所以一时间毋知要讲啥物。哦，小贤弟，你也爱桃花。既然恁三个兄弟拢总是爱桃花，要无咱就照景来念几句诗啊。好啊。大哥啊，你就先请。我，阮两个就等要食西女共听。好啊，那咧有影就来献丑咯。乱纷纷，一片江淮不临门，唯有桃花惜地春。唯有桃花。看云，满窗秋思共水轮，有些桃花似泪痕，有些桃花似泪痕，莫惊天生地中轮。一个月照桃花严重，贤弟啊，也无麻烦你去甲师讲，讲叫伊讲沿暗咱的暗顿，甲咱传一道这个所在，咱点这个花园，来欣赏一个月下桃花。好，我即摆就来甲伊讲。你伫这个桃花，不过，你是咧看啥物啦？我是伫咧看讲贤弟，你伫这个一片的桃花的中间，才发现你头一摆是。
哥啊，无你是发现我啥物？发现现地你比桃花搁较水。哎，大哥啊，你哪安尼笑我啦？水水花轿美人魂，不如花间俏龙魂。哈哈哈哈！天地茂密树红，你竟比桃花艳三分。我是东东男女行，怎比黄昏女闪关？怎比桃花娇幽艳？大哥不可处处言。哎，贤弟啊！兄弟胆小怎不可？男性女性自孤独。看你机智似玉流，记忆贤弟是娇娘。气声只将我比黄昏，如今竟随我是替君。小玉那真是黄昏，情愿一世诉红君。独享贤弟好情分，可惜你不是如替君，不是也是请不论，有情无情岂问君？这大哥，如果小弟若确实是女子，你是毋是会为着小弟放弃一切？放弃一切，是啊，比如讲，迄个宋彩霞。怎样？我就知咧，你袂当将伊放袂记哩吼。桃花搁安那水，嘛比不上迄个杏花。贤弟啊，原来你讲规半工，吼，你就是伫咧天笑牛兄啊。周爷，是我。周爷，你的伤痕好啊是？好真多，多谢你的相助。免客气，只要你相信我，毋是要甲你作对的人，安尼就好了。请坐。假使你若无心甲我作对，我要问你，你来接近朱公主，究竟是为着甚物？
我只是要甲伊做朋友而已，有啥物毋好势？朋友是贵在互相相知，互相坦白知己。也你咧，却有真济代志隐瞒了主公主。对，你讲啊。小妹，我知影你伫咧担心，我今日来遮一定要甲你问一个清楚，到底你是甚物人？究竟是甚物人指使你来接近主公主咧？周爷，你免将代志看甲遐尼严重嘛。我嘛知影讲，你绝对袂对我讲老实话，也毋过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公主的安危全在我的身上，我总袂眼看公主甲一位居心叵测的人交为知己好友。周爷，你是一个聪明人，应该看会出来。如果我若是有心要谋害朱公主，我早就下手了，哪有等到今仔日的？你讲对毋对？只要你相信我是你的友，毋是敌，安尼就好了。瑶瑶，你开门。物件呢？物件？你答应今夜3更要交互我的物件，还袂得手续。小玉，你现在遐尼紧张，敢讲这个厝内面另外有别人心？你呀，小玉，原来你就是甲这世间同党的。你安怎？你今日敢要用什么人头对我讲实？你误会我，你听我解说。误会，放走小玉，这就是体性。你还阁有啥物话通我讲？如果你若唔听我解说，你会耽误大事。好，讲。王官，如果咱若伫咧这情形下杀死伊周勇，会引起总兵吴克率领大军来保护伊自首。一旦咱若打草惊蛇，要完成任务，这是真困难。到时阵，你是要安怎向王爷交代呢？我会放走伊周勇，是因为我要互伊相信我。即马自首已经将我当作兄弟共款，伊周勇若搁再相信我，安尼咱要完成任务，敢是无困难呢？你讲对毋对？好，我着搁再相信你一摆。不过，你爱会记，千万毋通搁互我掠着你对王爷半点不忠的证据。若互我掠着，恁爸仔囝着免想要活命。来，你给滚！菜来啊，菜来啊！老爷，迄个甲公主生的足共的人吼，啊，分明是一个江湖人，你实在无应该相信伊啦，讲话也无头无尾。哎哟，父母啊，你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哦，嘛毋通安尼比我即个老伙仔搁较杂念啊！我安尼一路干那拢全听你咧念，讲拢袂煞。毋是啦，我是感觉讲吼，咱来遮遮尔侪工仔咧，根本含公主的影嘛无看到，
伊吼一定是离开苏州啊啦。这你毋免担心啦，哈！无论你走到天边海角，我都有法度甲找出来啦。啉啦，啉啦。袂哟，袂哟，几花油啊，几花油，请买一罐嘞，几花油，思你的情是我高油，分辨故乡多漂流。老中啊，买一罐仔桂花油。等去，互你查某孙仔无安怎嘞？啊，无遮无咧买油啦，闪啦闪啦。嘿，啊，你我鼻头啊白啊！哎呦，抱歉啦。当来。来，你今仔日一定爱甲我讲。讲啥物啦？讲送你软玉迄位公主今嘛伫咧倒位啊？老中啊，你放心，我要过来卖油啦。你若无甲我讲恁迄个三咧结拜大兄伫倒位吼，迄我今仔日绝对无帮你走。哎呀，老中啊，我哪有啥物结拜大兄？我嘛无啥物软玉，你甲我放，你甲我放啊！老爷，你不要紧无啦？哎呀，我无要紧啦，对啦，对啦。等下。杨太师啊，阮老爷吼，专工明小的要来接你去啦。无恁老爷是啥？我是正任的户部侍郎啊，祖杰。啊，知影讲你来，就是要探听这个皇上的代志，伊知影要甲你讲啊。下官自从司官体质回宫了后，也救命向老太师你问安，最近好无？唉，好是好啦，只是小主太爱佚佗，老夫实在去互母甲安尼头晕目暗哦。这回又搁再又对江南落来啊！我是奉来退休的这个意旨，下江南得要来请皇上回宫的呢，也是讲做个。你敢真是知影皇上伫什么所在？是啊，一个月前皇上伊就来苏州，你知？而且嘛，甲阮查某囝玉英做一个媒人，嫁予迄个卖油郎为妻，你知？也然后怎样啊？也就安尼送骗吼，了后，也就甲周勇就安尼过去杭州啊啦。又过去杭州啊？老爷，我甲你讲，唔好听到江湖人的话，你着我爱相信哦。哎呀，搁大遮咧徛啥物？对呀，行对呀。无咯，老太师啊，小宴我已经办好啊，饮一个才去。哎呀，免，我对皇上较要紧，顾时啊。老太师啊，将这个老糊涂给骗走去。若互伊找到自首，带倒转去惊死，但永远我都通好下手。也不过现在伊是去敬重咱的家啊，你知？伊去杭州，永远都免惊去找皇上会着。小姐，你今日哭嘛是袂用的，但你应该想看办法，通我考劝老爷。原来还有啥物办法通的是？哪会劝你早就劝啊，哪就拖到今仔日？即马只有是等待好你唔着。我眼望小姐。泪流
阮母亲啊！伊早升天嘞，也无人向边，真良言。迄个做女判刑啊，予人免，也亲做家以后受拄连。小姐，迄个关姑娘，伊是一个女丈夫，伊对啥物代志，就拢真有见解，无听到伊会有万全之策。那咧，你去请管玉痟啦。是。